单语字真趣味，这个正月条继续来讲，初六养肥，开始来拼过年累积的本数甲水肥。若初七是七元日，讲到爱煮七宝汤，祭拜七元神君，祈求身体健康。到初八，这个过年的活动就到这个坎站。初九是玉皇大帝生日，初八深夜11点到子时，就是初九爱拜天公。初十食食，讲前一天拜拜的食物，搁有剩，大家拢要有好料的通食。11请囝婿，若是初二无转去后头，就是即天丈人补请囝婿食饭。若12，因为过年拢是大鱼大肉，为着查囝的健康，所以请查某囝转来食按摩啊配挂菜。13是关圣帝君的生日，嘛有人讲关老爷伫咧即天哦，得道成神，正式来入着仙班。若到14，因为过天是15，月娘的特别光。若这个15元宵节有袂少的民俗活动，像头晚餐、食丁酒、看花灯。过年嘛到即天正式结束了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正月条实在是真趣味。